另外来关心咱国内的新冠疫情，即马搁压起来。根据台大公卫学院的推算，这波疫情的中重症伫5日这时会达到高峰，一直到7月中才会开始降。另外，根据血清抗体调查，65岁以上的时代免疫保护力上低，是较到转做中重症甚至会死亡。所以嘛，呼吁今年也未去做预防针的时代，爱紧去注射。第4波本土新冠疫情继续升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冠死亡大增4成，平均每天有28人死亡，中重症是每天增加244例，疫情正处在高点。有医师临床发现，患着大疫的人大部分是65岁以上老人，尤其是休大长照机构居民，有一寡甚至是第2摆确诊，中后来感染。像大部分的机构都有2次感染之后呢，可能有症状之后的2、3天就陷入那种低血氧啊，或是说有很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变得喘等等，都送来急诊。是有一个大量的机构群聚的情况。根据疾管署监测，近4礼拜本土检出病毒株 XBB 占6.5%，已经真做社区主流株。不过，台大公卫学院进一步分析发现，台湾民众的血清抗体对着 XBB 也真失分。对年龄别来观察，16到29岁血清混合免疫抗体上悬，达到6成；65岁以上老人只有4成，也就是老大人的免疫保护力是上低。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中重症会上升？就是因为我们即使在同样的混合免疫抗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免疫保护墙里面呢，我们的65岁是维持最低的。但是以根据模型估算，这波台湾新冠肺炎中重症疫情有可会伫5日岁达到高峰，加上连假大家互相斗阵的效应，一直到7月中旬才慢慢来下降。所以讲建议65岁以上，也有18岁以下这脆弱的族群，那今年也未注射疫苗加1，尽紧爱去注射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